西班牙建筑师高地所设计的象牙堂是起141栋啊。第5座的中央塔楼伊嘛总算完成，第6座的塔楼是要起到190公尺高。若是嘛完成，象牙堂就会变作世界上上悬的教堂。西班牙巴塞隆纳著名的地标象牙堂，4座福音书作者塔，12头一届点到，大家是拢真欢喜。象牙堂从1882年开始起，经过141年，中5个塔总算完工。象牙堂是由加泰隆尼亚建筑师高地设计。新头起的时阵，高地就决定起18座大型的塔，代表圣经内底无共的人物，其中包括12个使者、4个福音书的作者、圣母玛利亚、甲耶稣等人。Pues fue una maravilla, la verdad es que encontrar este momento tan ideal en Barcelona y poder inaugurar la iluminación de las 4 torres de los evangelistas ha sido una maravilla. 高地在1926年因为车祸过身，伫在生的时阵，象牙堂就敢若完成10%至15%。后来因为1930年代西班牙内战的关系，唔拿起的进度断点，就连部分已经起好的所在嘛受到损伤。想要一座象征耶稣基督的塔。会有172.5公尺悬，顶悬会按一个17公尺的12架。原地按算伫咧2026年高地过身100周年的时阵完工，不过因为拄到新冠疫情，加上观光客减少，无经费，工程的进度嘛慢起。建筑委员会讲，若是无任何意外，可能会当伫咧10年内完工。El momento ha sido muy emocionante y sobre todo es muy emocionante ver la evolución de la iglesia, porque los que somos de Barcelona de siempre, pues ir viendo cómo ha ido creciendo, cada pequeña incorporación es mucha emoción y teníamos que estar para verlo. 象牙堂在还未完工的情形之下，就已经互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名单。但上尾一座塔完工，就会取代德国乌姆大教堂，成做世界上悬的教堂。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